好，我哋今日咧會一齊做個富士山嘅銀包仔嘅。咁我哋會用藍色、白色，同埋我哋需要用嘅係3嘅鈎針，3mm 嘅鈎針。咁首先一開始我哋就會用藍色嘅。咁顏色係可以改變嘅，咁視乎你想富士山嘅山底係咩顏色啦。咁我哋今次就會用翻藍色嘅。首先我哋做21個鎖針。咁首先啦，打咗個結先，好，跟住我哋要做鎖針，攞線拉出嚟，一個 V 字為之一個鎖針，一共要做21個嘅。21個鎖針咁長嘅，咁我哋需要做短針去擴闊呢一個底部嘅。咁我哋第一粒唔會做，我哋做第2粒開始，第2個 stitch 入落去。咁入咗去之後，我哋要做短針嘅。我哋需要做一個短針嘅加針先，攞欄掹出嚟，有2個圈，再攞欄。一次咁掹出嚟，咁呢個為之第1針。好，同一個位，所謂嘅加針就係同一個位置，再做多個短針，係啦，即係一個 stitch 裏面有2針，咁樣就叫做短針加針。咁之後我哋嚟緊呢一度一路去到尾，都係去做18個短針。好，做到係18之後，你會發現我哋係剩翻咗最後一個 V 字嘅。呢個最後一個 V 字，我哋需要做3個短針。一路都係同一個位置度做嘅。咁當你一路做，其實你會慢慢轉彎嘅。咁轉彎之後，我哋就會喺另外呢一邊繼續做，咁一樣啦。我哋要一路做短針，咁我哋就做19個短針，咁我哋會做到去尾嘅。咁咧，收埋條線尾，係啦，我哋攞頭先 V 字嘅另外一半，咁條線尾直接搭上去就可以將個線尾收埋㗎。咁我哋做到呢度之後，我哋就會翻去第1針嘅位置，呢個橢圓形嘅第1針位置，我哋要做個引拔嘅。引拔就係入咗去第1針嗰度，一次過拉出，咁我哋就完咗第1 round 啦。咁跟住我哋去到第2 round， 每一個 V 字代表1針，咁引拔完之後，我哋要做一個鎖針作為一個開頭。咁喺頭先剛剛引拔嘅嗰一針啦，即係第1針嘅位置，我哋要做1個短針，跟住加針，
18個短針。好，轉角位呢個位置，呢個加針，短針，加針，好，跟住18個短針。好，18個短針，呢度係最後一針嚟嘅，最後一針我哋要做加針。好，跟住要引拔，去返第一針嘅位置做引拔。好，咁我哋開始完成個底部，咁呢一 round 係46針嘅，跟住我哋要做一個鎖針開頭。我哋之後而家咧要做呢個 back loop only， 我哋只會挑後半欄嘅，全行都淨係挑後半欄，不加不減做46針。咁啊，平時我哋咧就係 V 字嘅，我哋唔係，今次淨係挑後嗰一半做短針，咁多次後一半。咁整 round 都係成個圈都係需要做後半針，不加不減。做完之後，咁我哋要引拔完咗第一 round，完咗呢一 round 嘅引拔，我哋要用翻個 V 字位嘅，翻第一針一次過拉出，咁我哋就會做咗個底部噶啦。好，咁跟住然之後，我哋需要減針嘅呢一 round，我哋需要減針，鎖針做開頭。第一針我哋係做一個短針，跟住我哋要減針，就係將呢針同呢針兩針合併為一齊為之減針。我哋喺第一針嘅位置入咗去前面嗰條線攞欄，而家有兩個 loop， 喺下一針都係前面嗰條線攞欄。而家你咧手上有3個圈嘅，一次過拉出，咁我哋就會變咗一個 V 字嘅，呢個唔係呢個第一針嚟，轉咗一個 V 字，咁作為減針嘅。咁減完針之後，我哋需要做18個短針。好，再一次減針，挑半欄一下，挑半欄第二下，一次過拉出，減針，跟住我哋再做多個短針，減針，好，然之後我哋係做18個短針嘅。
好，18個短針之後，我哋要再做多個減針。去返第一針嗰度做引拔，完成呢一彎。咁我哋其實個底都出咗嚟㗎喇。咁之後第5行同第6行就不加不減做42針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完成到去第6行，咁我哋可以數下。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咁第6行。咁我哋而家再一次需要減針嘅，鎖針開頭。好，首先斷針、減針，跟住再做16個斷針。好，再減針，斷針，減針，然之後斷針16個斷針。完成咗16個斷針之後，再做個減針。好，引拔。完咗呢一 round 之後，我哋需要做連續4行，第8至到第11行都係38個斷針，不加不減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已經完成咗38針嘅不加不減，咁然之後其實已經有個形狀出嚟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行。咁我哋第12行需要減針嘅。首先短針，短針之後減針，跟住14個短針。好，14個短針之後，我哋要再減針，短針，減針，跟住14個短針。減針，引拔，好，
咁我哋已經完成咗。咁轉咗線之後，我哋需要轉顏色嘅，咁我哋就轉白色。咁亦都唔係好難啫，因為我哋之後就入針攞啦，一個鎖針，然之後做30個短針，咁埋線尾。好，完咗30針引拔，好，再做多30針，咁我哋做多3行。咁你可以用拉鏈，又或者係其他紐扣、啪啪紐或者係魔術貼都可以將佢一齊嘅。好，咁我哋做最後嘅準備功夫。咁因為咧而家就做個紐扣，我哋需要做一條索帶去索住佢嘅。好，去返倒返啱嘅位置，正中間嘅，用鎖針嘅形式。咁鎖針呢個鎖針就視乎你個紐扣連咗喺邊個位置啊，咁所以就冇特別話行邊個長度嘅。可以度度，最後呢要咁樣剛剛好，得2針。OK， 我自己就做咗12針，咁剛剛好嘅。好，蘇榮用個落實咗佢。咁多謝收睇。咁呢個顏色呢，你可以轉嘅，咁轉粉紅色啊、深藍色全部都可以嘅。咁睇下你隨你喜歡。不過白色呢一個就冇辦法啦，因為富士山始終最標誌性嘅都會係白色呢個雲端，咁所以我哋就好少轉白色呢個邊嘅。咁我哋完成咗啦，多謝收睇。咁如果仲有啲乜嘢想學嘅話，可以隨時留言俾我啊。多謝收睇，唔該晒，下次見。